啥饭弄啊？那我给盐上面上的搭上去。中啊中啊啊！我这材料你今天都是。还没我扔地。咦，还得要掉地下了，你说还没成事。吃饭了。这么快？明天做饭，现在看吃饭了，我快吃吧，我再出来。你看没事，菜碗不脏。这让我这饭不是中饭，我尝尝。这芹菜是不是不熟呀？我想吃芹菜，它不熟呀。哎呀，中饭还熟的呀！你看这。你多少剩下这饭了？要让我，你也让我几个要吃啊？用怕咱这天又不热。也让我要吃啊？吃吧，吃吧。